后来为着要互民众会当来分出着台湾猪甲美国猪，农委会这礼拜就会来公布着国产猪的标章，12月进前就会完全来做好着国产猪的标章的配套，到时阵若是标示了无实在，相关罚400万。 面对民众的质疑，讲有300种的美国猪进口了后，政府要安怎顾？农委会主席陈吉仲佫讲，说来会将为2大方向去打拼，其中一个就是落实产地标示，让民众了解这个肉是对倒位来。那所有的猪肉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西班牙等这些国家，以及国产的猪，全部都要清楚标示。 为山庄食品到小食店，营养午餐只要是有卖肉品的业者来源，拢爱写清楚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推出国产猪的标章，未来消费者就会使看这个标章，知影讲这个敢是台湾猪。依照院长的指示，在下礼拜我们尽快的公布所有使用国产猪、台湾猪的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一个标章。那这个标章以后消费者一看到， 就知道这个店面呢，就是使用我们的国产猪。标章拍算伫12月进前，会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，并且伫个12月份进行试办。针对标章有可能发生有大抑阁无照做的顾虑，陈吉仲表示讲，所来会由农会督导，并且配合卫福部强力标示产地规范，违反的人上悬会使罚300至400万。 有打国产猪标章的，嘛会真接去抽验，并且鼓励业者爱打，维持着台湾猪的市场竞争力。